第7场每天带头，包括民政、社会、环保等局处长以及各界民代贵宾，拢用虔诚的心来到台湾守庙天坛参与法会，将纸钱一中小、义工代金、医美代金等功德回向先人，嘛感谢市民支持环境保护，兼顾民俗信仰。特别感谢我们台湾守庙天坛举办谢恩法会，那能够让这个以功代金的好朋友、市民朋友们，他们能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先人。感谢守庙天坛也感谢许多来响应的市民朋友们真的是为这个环境、为社会、为自己的先人做了很多好事。根据市府表示，台南推动纸钱一中小等减量政策以后，今年累积医美代金就超过8.3万公斤，创下历年纪录。而且义工代金嘛超过350万，比往年有明显的成长。主要是将信众对阮的传统美德进行改良，嘛是做功德，相信一定有好运。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。